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条要选台南市的立委，早起是出现伫台北的大街路边，找来阮也为共党的市议员甲立委做伙伫街路边就演讲咯。因对洪秀条勇敢到民进党的铁票区去挑战，拢表示钦佩。明年1月11号下架民进党。台北有落雨，伫街路煞出现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举麦克伫路边伫演讲。 台南的东区啦，什么归仁、仁德、关庙、龙崎，有认识的朋友，拜托帮我们打个电话。参加台南立委的选举，要到历年地盘第六选区对战民进党的王定宇、洪秀条为台北出发，佮找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台北市议员罗志强，甲真侪同志来徛台。 下大雨都可以在路边像个神经病一样一直讲，这种精神还真是没有人能够赶得上。我们国民党有个大神经病洪秀柱去挑战第一律的选区，当然不缺一个小神经病啦，所以我会利用假日到祝捷选区就是奉上我的一份力量。 洪秀条伫拢民进党大本营的勇气，党内同志拢真佩服。即马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无要选啊，验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，韩国瑜声势嘛无起升。 敢会烦恼讲立委的选举会受到家母的影响？立委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啊，不是完全靠母鸡来抬啊，小鸡自己要长大呀。小鸡如果能够一起来抬母鸡，不是也很好吗？啊！2020的大选，国民党要拼，和民进党落台，要达成这个目标，家仔囝爱自立自强，嘛要互相帮助。